多謝主席。上個世紀我喺市政局同埋喺區議會東區區議會已經講呢個海濱長廊做飲食，即係講到即係口都乾。好高興啦！今日起碼見到局長嘅答案咧，係有時間表同埋有目標去做。我有兩樣嘢想提出嚟同你講講嘅啫。你揾西九個公司去研究，我覺得係好嘅，因為佢蝕得起啊。但係我覺得長遠嚟講咧，當呢一個模式係搞得好嘅時間咧，係應該其實俾多啲我哋啲小企，即係或者個人嘅企業，佢哋去嚟做生意。其實而家我諗都有咗食物車之後，但係食物車係好多錢嘅投資。其實亦都有單車咧，可以做呢啲係俾啲個體戶可以去開嘅。不過我另外都再想提提局長啦，我諗你都應該同張宇人，請你提出你嘅問題，你唔好提嘅。對唔住，主席聽唔到你講嘢。請你提出你嘅，請你提出問題好嘛？唔好提意見好嘛？我而家提出，局長我都想你咧，喺呢個長廊喺其實個餐飲嘅管理同食環署，我諗你都要同佢開始睇下呢啲第日喺呢個情形之下嘅食肆。第日點樣發牌同埋點樣監管，需要啲咩嘢咧？咁，局長。好，主席多謝張議員嘅意見。首先有一點咧，我想澄清嘅，其實發展局揾西九文化企業有限公司幫我哋手咧，其實我哋唔係要佢蝕住做嘅，其實我哋係要付費攞去嘅呢一個服務。咁點解我哋要揾佢幫手呢？正正係因為睇到呢，佢最近喺西九文化區引入咗一啲攤檔式嘅餐飲設施呢，都幾受到歡迎。呢個係此其一啦。第二，因為佢除咗做餐飲呢方面嘅經驗呢，佢始終都係一個推動文化嘅機構。咁如果我哋能夠喺頭先嗰幾個點，除咗有餐飲嘅攤檔呢，我哋都希望可以配合埋有一啲嘅文化嘅活動呢，咁成個氣氛就打造得比較好一啲啦。所以佢係我哋一個服務嘅夥伴，我哋揾佢幫手。而佢點樣去揾一啲嘅經營者入嚟，喺我方才講嗰4個地點經營呢，其實佢都要公開邀請一個意見書嘅。咁入邊呢，我哋唔排除係可以有個人嘅企業，特別係而家年青人有好多新嘅諗頭，佢哋都可以提交意向書。我哋唔一定要揾一啲大嘅飲食集團嘅。第二，關於我哋做呢啲嘅餐飲設施呢，如何喺食肆發牌嗰方面呢，可以係盡量拆牆鬆綁呢？我哋都會因應我哋而家陸續累積嘅經驗呢，其實都有同食環署呢有一個溝通嘅。咁如果將來去到一個我哋累積咗啲經驗，真係可以將佢寫成一啲即係明文，用大家容易去跟隨呢，我哋都會繼續做呢一個嘅功夫。多謝主席。